2026年5月30日每日靈修，學習更加像主基督的樣式。566有主的形象。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，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，因為經上記着說：你們要聖潔，因為我是聖潔的。彼得前書1章15至16節。小故事：有位母親患急病去世，遺下5個孩子。孩子長大後，有一天大家圍坐在一起，打算找出母親的相片來放大，好懸掛在客廳裏作為紀念。可是大家翻箱倒櫃，也找不到母親生前的照片，只好請位畫家來畫一張。可是怎麼畫呢？聰明的畫家就把5位兄弟姊妹都叫來問道：誰的鼻子最像媽媽？誰的眼像媽媽？誰的嘴最像媽媽？誰的耳朵像媽媽？誰的臉型很像媽媽？然後畫家說：好啦，請你們都坐下，讓我來畫你們母親的肖像。畫好了，他們很快樂地說：這相畫得真像母親。默想：基督徒就應該是學習像基督的人。想想你在聖潔、敬虔、信心和愛心等事上，有幾分像基督？禱告：全然聖潔的主上帝，我們是屬於你的兒女，應該要在所行的一切事上也要聖潔像你。我們知道自己並不完全，有很多的軟弱和虧欠，求你赦免。我們願意學習有敬虔的心敬拜你，依靠你過聖潔的生活。求主幫助我們，讓我們的生活有美好的見證，散發基督馨香之氣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